按转压吧，还是按围兜兜哦？我们要用艺术的眼光来看亚健围兜兜。陈翔的通作讲价啊，也还一点推包肉的七夕的米酒，呛的米酒。我刚刚我们煮的哈，很像在高级餐厅里面吃的，很高级。欢迎杨树看平安来注意传，我是阿丽。大家有好食懒无？今晡日我邀请上线的一位朋友，佢是演员，咪是外景嘅主持人。聽講佢去四川學過辣嘅料理，一下我就打本佢，然後佢交流一下。嘿，陳翔。Hello， 雅丽姐哈。干嘛啦？喂你啊，怕以后想不开。想不开？怎么可能呢？啊，借钱给前男友办婚礼，其实也没有那么蠢啦。我一点都不蠢，我就是要证明一件事情，我一点都不臭。哇，很欢喜看到我。俺 T P L 唔係啲攝影棚看到，係啲設計不卡，透過視訊來看到。我自動當厲害，按我演戲冇想到，還要煮菜，還要做飯。你本來係做廚師嘅，係冇？改行來係走去演戲嘅冇？真唔咩啦，係因為吼做演員有嘛個等起加時間長多，冇通告嘅時間吼，就去做嘛去打工啊，去朋友嘅傳堂去打工，故說就會像那個下午某人下家那個，比方說廚房嘅做下嘅烤箱啊，就本來用，嘅器具全部就本來用，嘛去看家嘅食譜來學東西咁樣。聽講當好食辣嘅哦。也竟然當好食辣。因為下擺從做學他鄉啊，還有下擺我會同劇團去巡迴，去同到地方去演出，故所就會食到同到無共用地方嘅菜，去四川嘅全部哦，無唔係講我冇食辣冇食辣，冇叫佢講，佢頭講用會講不吃辣，我們這沒有不辣的耶，就是對。入境隨俗啦，哈，跟有食當到麻婆豆腐嘛。哦有食當到豆腐。咁樣我根本去做得然後唔學當正統嘅麻婆豆腐哦。不敢當，做唔得講學啦。其實嘅麻婆豆腐咩咁簡單啊。我喺你鄉下嚟做麻婆豆腐。好，來做。也係嘅做下吼。嘿，我做下。轉壓吧，還是按圍兜兜哦？我們要用藝術的眼光來看亞健圍兜兜。雅麗姐害羞嘞。我都好眼啲。雅麗姐害羞了起來，不要害羞。陳翔實在當神氣，很調皮啊！好，今日有這個啦，你就會讓我分心，你知道嗎？好，你來煮麻婆豆腐啊！好嘞，來一開始先來煮水，來不用鹽。嘿，嗰四川的師傅佢都講，用下鹽水吼，來煮個豆腐啊，個豆腐這樣會比較不會容易碎開按樣。今日嘅豆腐有講究嘛？其他就會講，今後會用板豆腐，就是傳統豆腐，唔好買個蘿蔔個嫩豆腐啊、雞蛋豆腐嗰種，用板豆腐的那個味道比較容易煮進去按樣。係啊，個板豆腐嘅味咩較重，豆嘅味咩較重。冇錯。唔過講到嘅疫情啦，都疫情嘅時間都新聞啲都還有看到嘅。因為疫情開始哈，個劇組全部都停拍。剛我們有接劇場，劇場它養衝，像疫情進到3級之後，所有的劇場演出都全部都取消，之前的存款全部都快要燒完啦，就想說按有做唔得，這個一定要去外面再找別的工作了，不然這樣戶頭這樣真的是不行。那如果是這樣的話，
最快的方式，有收入的方式就是 Uber Eats 啊。哎，来呀，还标一个最特别的东西，很多郫县豆瓣。俺们迄郫县豆瓣，系啊，因为亚就讲亚洲迄麻婆豆腐的精髓。唔加冰，唔加冰嘛该，冰酸头冰嘛。啊，冰蒜头还有个姜，来呀，老猪肉、猪脚肉进去，稍微的快炒一下。我个麻婆豆腐是用牛肉呢，牛肉要做的，牛肉比较正统。不过我想讲，有的人冇生牛啊，就用猪肉。曾想嘅通作当家啊，一下已經推包肉嘅，唔過我一下我先來冰蒜頭包皮香來，我一下冰牛肉了。大家有冰嘅，冰豬肉嘅。哦，啊，冰豆腐了。跟我用去送外送啊，有乜嘅當本吃到當有經驗嘅事情嘛？前一波嘅咩3級咩？不说就懂抖音，就是说我们得出门啊，用，所以很多的宠物其他都会叫没空用，所以当我们送餐送过去，噶哈，有个叫诶就叫出来，一开门就按你叫出来，有没有？那给主人就讲哦，啊，它不会咬人啊，它只是做个样子而已。啊，我多半这起就会叫诶，个叫诶，嘴巴吼就按你啵，就咬那个小腿，整个就傻眼。有樣嘅嘛？啊，有去看伊欣賞嘛？打破傷風，然後創在前還唔拉付嘅醫藥費。真嘅。拿下用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辣椒面。那个是油泼辣子。哦，差不多的意思，因为那个油泼辣子就会用亚辣椒面去做诶。不过啊，油泼辣子会分2个阶段放，先不用给辣子来先不用。既然有除了悲惨的故事，还有有没有比较那个阳光的故事啊？跟以前跟差不多3级警戒噶哈，因为大家就做我们的出门，啊，比如说有亲人生日啊，因为嘛个就没办法帮他们庆生，就会老给他都叫外送，啊，叫外送送嘛个喏，送蛋糕，给他就会跟我说，哎，这个今天是我女朋友生日。那麻烦你到的时候可以跟他说一下生日快乐吗？顺便代替我亲他一下。没有到这样啦，没有到这样我会被人家告。没有到这样。哦，服务没有这么周到就错别。对，没有到这么这样啦。那会差唔多了。我也挑副章个冰去，试得会挑油落去。然后冰一小汤匙的糖。那没有了，不用得会桶。冇姜我试下。好，不用桶，它可以让那个味道比较出来一点。然后还能沏些个米酒，呛个米酒，加水的煮一下。再勾芡一次。哦，懂炒饭。哦。啊，清米了不用压，你刚刚讲的花椒粉呢，花椒面，好嘞。哦，好一讲呢。哈，一讲哈。哎，我一清米爱让那个油泼辣子的油，哎，给加上去。做嘛清米这样的加油？红油让它在上面。在上面哦，较酱哎呦。好嘞，我个要好诶哈。等下哈，我个淋一些嘞香油。完美，我要董兄的吃饭。完美吗？只敢讲。哦，你有没佩服自己吗？佩服是很早就佩服了啦。哎呀，好，我要董兄的生涯。好啊，那个交换。你就是看啊，我生涯，你生涯，哎呀，
郫县豆瓣酱米是当葱，当烟味，我刚刚我们煮的哈，很像在高级餐厅里面吃的，感觉很高级。无共样的米是，应该按用印色、印款色，然后看到个后背个长长的个腿的，佮含有蛋糕，又含有一张美味，佮也个宠物的嘛。我来的啊，李金旺，我来的啦。哦，很等一下哦。我知道哈，做演员啊，不能就会懂得个尝试不同的人生，然后可以丰富你演艺生涯的这一个内容嘛，好吗？对不对？对呀，因为你做这个副业，就会看到懂得人，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事物啊，真人同欢喜，记不记？做得那种交流也会出彩，希望下你下一都还有机会做得做交流，哈。好啊，期待下一次，安妞。系啊，好希望演下那都好看的戏本大家看，拜拜啦。拜拜。今晡日同欢喜老陈香向下来煮也一出麻婆豆腐，当简单的菜，不过有当丰富的米食，大家听错要吃口哪里哦？下一班我哋要老慢人连线咧，听错嘅收看我哋下一集嘅节目，拜拜。